为什么很多人社区大学没办法在2年内毕业呢？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今天呢要来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认为社区大学呢只需要2年的时间就可以毕业转学了，但其实这并不一定。虾米？那你之前说的不就都在骗我咯？我没有。社区大学呢，它是提供一般4年制大学前2年的课程，也就是大1、大2的课程。照理来说，应该是2年就可以读完毕业转学了。但是大家可能都忘了一点，你的英文能力呢？我之前就有说过，我们被社区大学录取之后呢，学校会给我们一个英文跟数学的能力分级测验。考完之后呢，学校会依你考的分数来为你分配最适合你能力的英文跟数学课。如果你英文好棒棒，被分到比较高等级的话，那当然2年毕业转学不是梦。那如果你英文不太好，考的也不太好，被分到比较低的等级的话呢？好，那我来简单说明一下好了。一般的社区大学呢，它除了 ESL 课之外呢 ，ESL 课上面呢还有2个正式的英文课。也就是说呢，你 ESL 课都上完之后呢，你还必须要上这2个正式的英文课，你才可以毕业转学。一般美国的本地学生，也就是英文是母语者的学生呢，他们基本上是可以直接上这个英文课的。有一些人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，所以他们需要先上一些英文的阅读啊跟写作，才可以上这个正式的英文课。这就跟台湾人虽然是讲中文的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每个人的阅读跟写作能力都这么强，所以呢，需要先强化一下。好啦，这是题外话。我要表达的是呢，如果你的英文真的很强，强到跟外国人一样的话，那你就只需要拿那2节英文课就好了。那自然呢，也可以在2年顺利毕业转学啦。厉害的人呢，用1年半就可以转学了。那如果你的英文没有超级强的话呢，那你自然就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把那些课都拿完啦，对吧？这很自然吧？我知道社区大学很多人用2年就可以毕业了，但是呢，也有不少人呢，其实他们花了3年或者是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毕业。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啦，其中一种原因呢，就是我刚刚说的英文程度问题。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，就是他的 major 太难了，要读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才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。这就跟很多人一开始去读了4年制大学，但却也需要花5年的时间来毕业是一样的。而我那个时候英文的等级呢，刚刚好考在可以2年毕业的地方，但是我也是花了2年半来把所有的课都读完。说是2年半啦，其实我也是花了3年才转学的。其实我最后1个学期都在玩啦，我最后1个学期呢，就只有拿日文课跟瑜伽课而已，因为我全部的课都已经修完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正在等大学的入学通知嘛，我就想说，如果空1个学期的话很无聊嘛，而且人会懒。而那个时候呢，我又刚好很想要学日文，然后又缺乏运动，所以我就拿了日文课跟瑜伽课，超级开心的1个学期。好啦，话说回来，我没有办法在2年毕业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1个学期内负荷多个需要大量阅读写作的课。然后我也不希望我的 GPA 因为我的自不量力来拉低分数，所以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些课都分散开来拿来保住我的 GPA， 这样我每个学期都不会太痛苦。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战略啦。而且社区大学呢，是以你拿的学分来算学费的，而不是以每个学期来算学费的，所以我觉得还算划算啦。而4年制大学呢，他们是按学期来算学费的，所以如果你1个学期拿太少学分的话呢，反而会不划算。我这样说完，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对社区大学有没有更了解的呢？应该都更了解了吧？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帮我按赞分享，然后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订阅，然后要打开小铃铛才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然后也不要忘记去 follow 按赞 Lisa 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